雅婷逐字稿了，30天内只有处理3个档案了，每个档案不能超过30分钟了。哦，真是的，现在已经在测试21分钟的档案了，不能超过30分钟。这也是要转很久了，从声音要变文字啊。雅婷逐字稿到 Google Play 商店去下载，以前有下载的不能操作的，那就要去更新，要进去 Google Play 商店，然后搜寻雅婷逐字稿，雅婷逐字稿，然后再来操作，按那个萤幕画面的倒数第2个，这个资料夹那个应该是档案还是资料夹？档案吧，档案的那个是档案。档案的图示进去，找到声音档，30分钟以内的长度的声音档，选了按确定，然后有试听看看声音是国语中文，听看看是国语的还是台语的，没有错的话就按确定，然后就哇出现在转写了嘞，哦，要花很久的时间哦。